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又过来到咱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。今仔日是第一季第8集，欢迎大家参加。我是阿明，也有甲我做为主持的小嘉。好，咱今仔日要读的2篇文章是伫即个台湾通信特刊。头一篇是特刊内面的184页母语证书的典范，第2位教授对台湾语言运动的贡献，作者是张学谦。第2篇是咱数位化的志工的文章，是伫咱台湾通信特刊顶悬272页的所在。作者就是今仔日伫现场的黄阿阳。这篇是全白话字的啦今日要读的2篇文章拢无线顶的敢若册顶悬才有所以大家都爱看册。好，安尼咱即马开始来读第1篇母语证书的典范。这篇文章总共有8趴，咱就甲册一下来甲册一人读2趴安尼啦。现场敢有朋友要先来替咱读看卖咧。阿明，你就点名好啊？我点名呀。我感觉大家拢真避暑安尼。安尼小嘉若有讲话，我就先点你好啊，来替咱读头前2趴安尼刚好。好，头前2趴 OK 好，我开始好。30年前第一摆看到第2位教授，介成是看到虽然伊无骑马仔，嘛无举刀，无举枪，伊是每日拍拼研究台湾头、台湾尾、四界走藏、吹杀台语文的母语证书。郑教授对台语文的发展有全方位的贡献。长久以来，伊毋但对台语做深入的探讨，提升台语文的学术地位，同时嘛积极投入台语文运动，争取母语教育权，促进台语文的实践。郑教授伫学术方面的贡献，大家拢知。伫遮，我想要分做5点来讲郑教授对台湾语言运动的贡献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小嘉。歹势，迄个人名我袂晓读，因为头前迄是董，后壁迄个我较无法度，所以我就甲伊转过安尼。好，无要紧，因为这讲真诶，我嘛看无。我诶迄个较浅学还是浅学，好，无要紧。拄则你讲这是算人名你甲看伊诶是倒一国诶语言？毋知。阿英敢知？我是毋知这是倒一国，毋过这名是东起好摕，这若像是一个故事，毋是真正诶人。了解，感谢阿英。咱迄个 MM 有举手，咱请伊讲一下。大家好，我 MM。我知影这是西班牙的一个故事，伊是讲这个东基福地先生，伊伫咧这个号做骑马的证书，号做我嘛毋知要怎讲，英语号做奈特。伊伫咧迄个时代，其实已经无奈特啊，毋过伊阁想要做一个奈特，伊想讲会当拍败足侪敌人的，变做一个足厉害的人。毋过伊的朋友厝边拢感觉伊是一个痟的。大概是安尼的故事。原来是安尼。多谢 MM 的分享安尼。所以讲，大家若有趣味，会当找即个故事来看啦。多谢 MM。拄则听小嘉读的头前这2趴，针对小嘉读的有要讨论的无？若无，咱就搁继续，搁刷落第3趴甲第4趴。无，咱就请伟杰来甲咱读一个，敢方便？我来读看。好，请。听觉上的双语教育观，郑教授认为，语言学习应该以母语做基础，透过母语去学习其他的语言是互相牵成的关系。伊主张的多语社会甲双语教育，成做台湾语言运动的重要基础，打破官方单语的语言歧视主义。
走向添加式的双语现象。第二，学术的普及化。第九修的学问真饱，毋过甲一般学者无共的所在是，伊将研究的结果做进一步的教育甲社会实践。伊透过写册、演讲、写文章来宣传双语双文的理想。真侪人对伊的文章甲演讲认母语的多元价值，得到愿意为母语牺牲奉献的快乐。好，以上。多谢话剧，针对话剧的读的这两 part，大家有啥物要讨论的所在？我有听到两个声调的问题，就是拄则话剧读的第二趴的第二段，伊将研究的结果，迄个究我袂变调呢，话剧参考一下。后一句做进一步的教育甲社会实践，迄个真是第七条，拄则你敢若读第三条去，即字我嘛定定读毋对，我头一回读的时阵嘛是读第三条，所以即字是实践。以上。好，感谢小家。拢对就是话剧头拄读的就是即个所在，迄个。第五条的进前字通常拢会甲读做分条。好，安尼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个讨论，还是开口的？歹势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伊读的第二趴第一段，伊读毋过甲一般学者我通常是讲一般学者我毋知影一般敢会使。即个字改成拢是读半较济呢吼。你若讲其他的词典内面伊是有收班的音吼，比如讲你的干字典吼，还是讲你的即个教育部，教育部伊是有甲分做文音嘛，毋过通常咱讲一般就是半即个音安尼。当然，若用即个数来查嘛是拢是讲一般嘿。好，感谢。好感谢阿杨哦。安尼，敢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？若无，咱就阁刷落去读第五趴甲第六趴吼，就是文章顶悬的第3点甲第4点。想要请 MM 敢有方便甲咱读一个？会使啊。好，来请。第三，实践的精神。第九，想强调社会关怀。主张毋通干那做研究，嘛爱透过行动实践信念。伊家己就是真好的模范。伊组织草根性的台语读写班，培育母语师资，鼓吹制定官方多语政策甲双语教育。第4点，坚强的母语意识。第九项通讲是母语战士，对看无起母语的人，伊是绝对无容忍的。伊定定批评学者，也是作家无要写母语，定定互遐个长期穿国王身衫的人挡袂牢，气噗噗。好，感谢 MM 真欢迎你来替咱读即个第5趴甲第6趴。好，安尼咱针对 MM 读的部分，大家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的无？我有，我敢会使先讲，还是阿明你要来讲？无要紧，互你先讲。我先讲了。我先讲。好，你先讲，较袂记哩。想过妖怪假说字，歹势。好，安尼就是拄则MM 读的第1趴吼，第3点遐个所在，下骹算起来第2段。汉字伊是写鼓吹啦吼，我这边我会读鼓吹，因为拄则你读鼓吹鼓吹毋就是迄款哒咧喷的迄款鼓吹，对，所以即字我会读鼓吹啦吼，鼓吹，然后你看着迄个字，我定定会读毋对，我头一回嘛是读鼓吹，毋过鼓吹，毋过也读鼓吹吼。OK，
后一趴第4点的所在的头一段吼，郑教授通讲是母语证书吼，迄个讲我会变调吼。好，安尼互你参考一下。以上，感谢你来参加读册会。好，感谢小甲头拄仔小甲讲的吼，鼓吹啊，甲鼓吹啊，因的汉字吼，其实拢是写共款的啦吼。即个汉字吼，即吹还是讲吹即个汉字，咱咧看汉字的时阵，直接的反应会读做吹啦吼。鼓吹就是像小甲讲的，迄就是一种算是乐器啊吼。就一般咱通常会看到咱神明吼，然后即个顶头咧照景的时阵啊，拢会请一寡北管的乐团啦吼来演奏，就迄种分喇叭安尼，叫做鼓吹啦。鼓吹对。好，即摆吼，即个吹甲吹吼，创到到时会无沙沙去。过来吼，拄仔 MM 拄仔读的第2趴，头一抓的所在。坚强母语的意识啊，吼，迄个识译的迄个音小可较读无出来，安尼就是头一个所在。第2个所在就是第2抓，较我后壁所在，伊定定批评学者还是作家，还是伫作家的作，后壁是一个有小可缩声的部分。以上互 FM 来做一个参考。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？我想要问讲，第1趴就第3点，伫鼓吹后壁，我毋知影讲敢拢会使，因为伊若像是读官方母语，我会讲官方。好，之前我目前较接听人讲的较济，就是拢是号做官方呢。毋知影大家敢有咧讲官方，还是家己有即个习惯？介先较无啦吼。好，咱是大家读做迄个官方。做官的官啦吼，感谢阿杨呢。迄个好，嘛互 FM 参考。假使讲若无问题，咱就搁刷落读第7甲第8趴啦吼。剩这最后一趴的所在，咱请阿杨来互你读好无？歹势啊，我读进前敢会使搁问一个问题？好咯。就是拄则我去读的第2趴，就是第2点遐，第2抓。伊是读作进一步，我毋知影字是写毋对，还是因为若是讲做进一步的教育，我是知影，毋过伊是写一字作还是做？嘿，我就较看无。我了解你意思。你意思就是讲，比如讲，伊若写即个汉字的时阵吼，伊会甲想做作文的作啦，对无？嘿，还是做参人会做。你的意思就是讲，若你会写另外一字啦。嘿，就做代志会做。好，无要紧，咱来甲查者吼，大家若方便啦吼，咱手机啊，还是讲电脑来甲查即个汉字。伫个台语图书馆遮啊吼，有2个音，一个是做 CHOH 的做，一个是作 CHOK 的作。咱来甲看第1个的部分啦吼 ，CHOH 的做。即个做伊顶头就有写伊的解说啦吼，解说顶头就有写另外迄字汉字的做，就是 CHO 第3条的迄个做。大部分汉字的部分啊，即2字改成会当通用的。比如讲，伊遮下面吼，咧汉落大部分例句，即个所在伊嘛有写啦吼。比如讲做田啦、做实啦、做收啦，种做蜜，所以讲改成。即2字吼，伫个即个大部分汉字顶悬吼，咧书写方面会当通用。这我无解清楚，这是我看找台语吼，台字大书店顶悬所写的，所以大家做一个参考。所以讲，你若看到咱若看到即个汉字的时阵，就是伊有2款音，就是一个是作文的作，一个就是做事的做，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阿杨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？嘿，安尼有啊，那安尼就是我去拄则嘛读毋对。一般咱通常咱直接的迄个反应，咱拢嘛会甲读做作气啦，对吧？好，感谢阿杨提出一点，咱大家来开课甲讨论。
好，安尼阿勇，咱就请你继续来读第7甲第8趴。好，第5点，科技整合甲团体合作。郑教授真重视科技甲学科的整合。伊发明台语数字法，起造台语语料库，发展计算语言学的工具，互台语的研究甲教学会当跟咧世界潮流。伊强调合作的精神，整合各方面的人才，做伙起造台语美丽的新世界。郑教授是台湾语言运动的典范。伊疼痛母语的精神，甲为母语拍拼的实践，值得咱学习。咱做伙跟对伊的脚步，成做母语战士。好，感谢阿杨。阿杨甲咱大家最后这2趴，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？有一个字，头前有讲过吼，就是迄个实践，迄真是爱读第7条。大家个爱小改一下因为拢读到第3条去啊。实践毋是实践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。阿杨，你家己敢有啥物所在想要讨论？针对你读的这2趴呢？我就敢若真好奇讲，就是计算语言学是安怎计算安尼？迄敢是迄个以前咧讲迄电脑啊？电脑毋是叫做计算机啊？以前的名词啊，所以是毋是讲电脑的语言的工具啊？是安怎？敢是这？我无啥清楚呢，看有人知影无？伊的意思敢是讲要就是去做迄个台语的语料库，来去计算讲咱台语的语言是敢是即款意思？嘛不了解，还是讲伊背后有一个定式来去算？我拄则去查吼，迄计算语言学就是讲电脑的语言学啦，英语是讲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， 对，就是共款的意思。就迄我拄则讲迄计算啊，就是讲电脑的意思。以上补充。好，感谢。好，感谢小佳的补充。好，感谢小佳的分享。免谢字，咱继续。好，过来咱读的第2篇文章是伫咧特刊顶悬272页的所在。这篇文章算是读者回顾，是当初时咧做一本30档纪念特刊所有化的志工所写的文章。作者今仔日拄好伫在场，是咱的阿杨这篇文章写了真好，嘛真互感动啊！这篇阿杨是用全白话字来写。好，这篇文章呢，计共有20趴。咱共款我来点名，要读几趴大家就家己来赞通常是读2至3趴啦好，咱头先想要请 MM 来甲咱读，敢有方便？好，安尼我读3趴。好，来请。台文通信30岁生日快乐！我是伫美国出世，伫台湾大汉的囡仔。除了幼稚园前2年是伫台湾的学校读以外，我一直到高中毕业拢是读美国学校。毕业了后，就去美国读大学。即马转来伫台湾做10年啊。我自细汉就感觉台湾文化足新鲜、足趣味的，这嘛包括着台语。我其实才拄接触台文甲白话字无到1年的时间。我是去年9月伫一个文创市集看到有咧卖一寡会当展现家己是台湾人的商品。伫伊的架仔，伊嘛有放一本台文通信网报，看到我就真好奇。架仔的头家就讲我若是有兴趣，会当摕转去厝里看。
伊嘛甲我讲，伊是安怎甲母语找倒转来。好，感谢 MM 来读这3趴。我有一个所在想要先请教大家吼，拄则 MM 啊，头拄啊第3趴的所在，有一个台湾通信网报，迄个网啊，伊拢写大文字嘛吼，伊这是爱甲读变调还是读本调？由你敢知？伊若像是读本条，我是照我迄当时就是摕到的迄份算是杂志，伊名伊就是安尼写，网就是大本字，所摆我伫遮写的时阵，我就是照伊印伫迄杂志封面的，迄个字安怎写，我就是伫遮就是安怎写安尼。了解。因为我知影安有讲的吼，就是因的这个网站顶悬，伊嘛是甲网吼，伊所有的字母拢甲写做大本字。伫这个所在，我就有一个较毋知影的所在，就是讲伫这个字是要甲读做变调的，还是读做本调的安尼。敢若有知影的朋友会当甲咱回答一下安尼。是，所以即个爱读本调，安尼我顶回会读册会有讲着即本杂志的时阵，我讲毋对，我讲台湾通信网报。我家己头仔嘛怪怪，毋过我听，你若是讲网报，敢若较好听。毋过就想讲，伊伫写白话字的时阵，也是讲伫咧看汉字的时阵，想讲，即字是毋是爱变调安尼？好，安尼以后知影就读网报。好，感谢杨以上。好，感谢。好，感谢阿勇。嘿，我是无去查，毋过我是知影讲会为本地台湾通信变做台湾通信网报，就是因为是两个无共的刊物，最后就是斗做伙，一个就是台湾通信，一个就是台湾网报。我毋知影，可能去查，会知影讲伊的本地的音应该是第2条还是第1条，嘿。可是毋是爱看伊迄个网的意思是啥？即个刊物敢是迄个陈明仁先生进前，就是伊出刊的。因为我进前伫伊的讲座有听伊讲，网报就是随在人的迄个网看网报的迄个意思。我嘛是有安尼去想，讲是毋是网看网做，着网报安尼。有若是有即个意思，安尼就是爱读网，毋过迄个若是迄字，安尼迄字的本调，敢毋是第2条？我还是讲愈想愈复杂去啊。嘿，因为台湾通信网报伊的名就是台湾通信，甲报拢是写汉字，敢若网是写罗马字，就无调号，我毋知影是安怎，因是决定要安尼写呢。所摆我写即篇的时阵，我是甲汉字都翻做白话字，网就共款照伊册顶的安尼写。好，安尼我了解啊。我咧甲想讲，伊会写做拢无调号，而且所有的字母拢是大本字。就是关系就是安尼，调工要互大家人来甲即字读做网，迄个意思伫咧啦，就是伊无任何调号啦，伊就拢甲字母拢写大本字，安尼，好，拄则读个即3趴，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？无吼，好，咱就煞接来读第4趴，咱请维克来甲咱读，好无？好，医生问我讲，敢会晓讲台语？我着用我无练转的台语甲伊应。伊讲着较早伊嘛是安尼，毋过因为结婚了后，因某的阿嬷敢若会晓台语，所以着开始伊找台语的过程。伊讲真好的方法就是去参加读册会，进步会足紧。我本底就是较避暑的人，爱我去读册会，展现我的破台语，我真正毋敢。还佫有阮爸母因的母语拢是台语，毋过甲阮时势拢总干若讲北京语。伫看到即份刊物进前，
我只有甲阮阿公阿嬷做伙的时阵，才有在讲台语。其他的时阵，大部分拢是为听台语歌曲、看台语戏剧来学台语。因为台语歌的字幕，我一直就是台语的字，就是找较接近的意思的字斗做伙尔尔。因为无共的歌，有时会用无共的汉字来代表共一个台语字，一直到读着台文通信网报，我才发现其实台语有文字系统的。毋过伫拄开始的时阵，我毋知影其实有无共的台语文系统。好，我先读到遮好啊。好，感谢伟克。咱伟克甲咱大家一三拍，大家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的？我有听到两个变调，就是拄则伟克读的头一拍，头一字毋是医生啊，是医生问我讲，敢会晓讲台语？医生，迄个生爱变调，迄伊嘛是有变调。共一拍的下骹算起来第二转后壁，我会去参加读册会，迄个甲我嘛会甲伊变调。好，以上两个字补充。好，感谢小嘉，敢阁有？若无，咱就阁续落阁读哦。好，咱请无我过来点小嘉。好，我读两拍就好啊，因为我想讲，咱主持人嘛还袂读吼，后壁我感觉应该互安阳啊，上我互伊读是伊安尼。哦，晓，会啊，一定会啊，一定会啊，伊这安阳的文章一定会留互伊读的啊。对，好，安尼我读两拍吼。好。我是旧年年底决定爱较接用台文来写作，所以伫今年1月的第一篇新年普文，我就开始用台文来写。毋过，就是因为毋知有白话字，嘛有教育部罗马字，嘛毋知其实有会当拍台语的输入法，所以迄个时阵我是去网络顶悬找我要拍的台语文字，嘛因为安尼，迄篇内底两种系统的文字是连做伙的。即马转去看迄篇，就感觉足好笑的。豆豆仔，我发现台语文有无共的资源，伫 YouTube 顶悬有人伫教白话字的基础。抑阁有伫电脑甲手机仔顶面，拢有会当拍台语文字的输入法。这对我来讲，真正是福音。嘛因为找到遮的资源，我嘛熟悉着真济对台文共款足热情的友志。为遮的所在，我开始练习我的白话字。嘛开始读别人写的台文文章，以上。好，感谢小嘉有一个文章顶悬的所在，拄则小嘉咧读的时阵，我拄则才有看到，就是拄则小嘉读的一个第八拍的所在吼，落尾算起来，为下尾算起来第三纸中遐吼，为遮的所在，迄个在减一个第7条的调号哦。在读的时阵无看到，即马看到啊，感谢。咱读的时阵拢做自然的吼，拢会甲读所在吼。嘿，对，即马逐个拢已经看到迄个几个字，我就知影要讲啥，所以连调号拢无去家注意到，嘿，对，无对。嘿，大家即马看白话字拢看甲真认真啊，嘿，问看大家敢有啥物所在有想要讨论的无？安阳。因为讲到调号，就是我拄则嘛看到第273页头一字应该是第7条。哦，拢有诶有对无？嘿，伊写做第2条去对无？好，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？若无，因为我要读啦吼，所以我想讲，无我就煞接落去读。
读煞了，就时间就到小假吼。无我读3趴好啊。为旧历过年了后，我嘛开始较积极地参加李家局台语文教基金会的读册会，台语文社的社课，开始较接伫我的社群媒体顶面写台文的铺文。我头先是甲我是安怎想要开始较接讲台语写台文的原因，写做10篇文章，为我家己的心情想法。对台语文的热情，毋忘来记录落来，就是因为遮个台语文朋友，我才会得到消息讲，台湾通信30档的特刊需要志工，我是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，因为虽然我会当做的无介济，会当斗吹杀台语文，尽我小小的心力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其实我伫做诶时阵，确实有淡薄仔私心。我伫阿未做志工之前，就写一篇关系到我到底是啥诶文章。迄个时阵，我有特别讲到，本来一直感觉家己无完整，一直想要找家己诶根，一直到接触到台语文了后，我才发现嘛了解我所欠诶，就是台语文。好，以上。感谢阿明替咱读3趴吼，大家敢有听到啥物意思？有问题想要提出来讨论呢？敢有？若无我先讲哦，我刚听一字尔，就是你读的上尾趴吼，第11趴下骹算起来第2段，我才发现迄个键啊发现啊，我是袂伫咧即个部分，我袂变调，毋过你拄则有读变调，你敢搁要试读一解看觅？哦，好啊，我这发现嘛了解我所欠的，就是台语文。对啦，安尼听起来是就较顺。对啦，这个所在袂变调。好，感谢。免说字，我刚听即字。敢搁有其他的人有听到啥物字需要提出来讨论呢？敢有？若无，咱就继续。后壁拢请安阳来读好无？大家敢有同意？互我100分安尼，互我一个赞还是爱心拢会使。无夹麦的朋友嘛是会使。我想讲，恁可能讲话较无方便，所以无清麦，安尼嘛无要紧，就听阮讲安尼。好，安阳，你敢准备好啊？无。你无准备好，哪会使？我2礼拜前就甲你讲要读你即篇啊。我想讲后壁，我就讲就是足长。无是因为我感觉我写足歹，所以我就无迄个去读。你还面对你家己，我看到摆，你嘛是爱家读煞。无啦，讲算笑，你真正写了足好诶。我想讲是为第12趴到20趴嘛，你莫做一届家读煞，安尼会喙焦。你先3趴、2趴安尼来读，好无？读煞你小停者，咱来讨论一下，咱再继续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好，安尼请。所以，伫咧选要所谓化，也是要校对的文章的时阵，虽然有足侪小说、诗甲故事通好景，毋过我大部分选的，拢是甲台语文的历史、吹杀台语文、台语文的现况、政府对台语文的影响等等较有关系的文章来做。我会安尼选择，就是因为安尼做，我就会当做的时阵顺续读先进因的文章，伫因的文章内底，真正会当看到因对台语文的热情，嘛感受到因对台语文的愿望。足侪因写的嘛拄啊好，就是我家己有记录过对台语文的感情甲心声。拄则顶头讲的头10篇，看到、想到这，我会感觉感动，嘛会感觉感慨。感动是因为我毋是家己一个人，我会感想有足侪人会当了解，嘛有足侪人伫咧拍拼做，我感觉是对的代志。感慨是因为台文通讯开始已经过30档啊，毋过真侪先进提起的问题，
也是共款，无解决，这会互人心情感觉真沉重。好佳在因拢无放弃，我嘛袂当，才拄开始就想要放弃。好，安尼你先休困一下。拄则安阳替咱读的这3趴，敢有啥物问题？我是想要甲迄个阿阳啊讨论讲，顶头有写着、看着、想着，这写的方式是读看着、想着，还是讲看着、想着安尼？因为我家己伫读即字的时阵啊，我可能会伫咧看着后壁遐加迄个轻声号呢。我可能会读看着、想着这，就是头一个有轻声，啊，第二个应该是无。阿明，你的意思是毋是安尼？嘿啊，就是讲，也是讲有另外一种，我家己啊吼，我家己就是原说是写讲，看着这，想着这，安尼。嘿，啊，毋过这因为这是阿阳写的文章吼，所以咱就爱以读者，吼，伊的当初是安怎去书写的吼，安怎去表达的吼，啊，所以爱用作者的观点来甲咱讲。好，所以安由你的观点就是头一个迄个看，就是爱变调，嘿，因为就是拄则阿明讲的，我是要表达看到这、想到这，啊。哦，安尼就有通啊，嘿，好。嘿，看到这、想到这，我会感觉感动。嘿。安尼了解。了解，感谢阿勇，感谢咱作者补充。我先甲吹咧。耶！啊，敢有人有问题？无，咱继续。阿勇，请你拄则有去啉水无？无。嘿，好，因为我惊我的妹夫转来遮，嘿，因为我的后下水特别无啊，嘿。哦，啊是讲你要先去停水，阮会使等你啊。哦，安尼感觉真歹势。袂，咱今日搁早，还有时间。哦，啊，你较紧转来呢，莫互阮等伤久呢。好，安尼我先来停水。好，安尼趁安阳去停水吼，我想讲，咱今仔日头一届亚麦的朋友 MM 啊，你即摆敢有方便讲话？有哦。有啊吼，啊，敢会使甲你访问一下？哦，会使啊。好，啊，敢会使请教恁咱倒位人？我住新庄啊，新庄人。啊，就是伫咧新北市对啊。嘿，新北市。好，啊，你小可小解者，因为我毋知影我会使问到偌深入，啊，想讲要问你的岁数，我感觉有淡仔歹势。啊，我会听出来你应该是查甫的人吼，是吼？查甫的。吼，啊，你的年岁敢有超过40？哦，无呢，我今年26。你就老实。我歹势，毋好想讲40岁是一个空站，你知无？到40岁以前，咱拢是少年人，啊，40岁以后的，共款是少年人，吼。啊，65岁使摕迄款咧敬老票的，这是老人，吼。啊，所以咱即摆现场所有的拢是少年人。啊，啊，你即摆是咧读册还是咧做事？哦，我即摆有咧做事啊。哦 ，OK，出来做是2档外。袂歹哦，吼，我问到遮就好，袂我会去问讲你咧倒位做事，安尼伤过详细啊，安尼嘛无好。你手头有即本册对无？台湾通信30档即本册有吼？较早有买。是伊伫咧做迄个伫咧自治顶悬的时阵，你就有去买啊，对无？还是讲你后来去买？要出的时阵看到就甲买起来啊。哦，啊是安怎会想要买即本册？哦，迄当阵就想讲要来学台语，啊拄仔看到有出即本，啊就甲买起来啊。啊，你白话字是家己学的，还是有去甲谁学，还是去上课，还是安怎？哦，我较早
是我大学时阵有去修过台语课，后来伫咧找招啊，就是咧 Twitter 看到大高台语开讲社有咧教，我就报名上课。OK，所以主要是伫咧上课时阵去学着一寡台文书写迄款方式安尼，就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教安尼，主要是学白话字。OK，你头一回接触台文都是白话字，毋是教育部迄头诶，我咧大学是教育部诶。是安怎？你会想讲要来学白话字？因为我知影讲有一寡人一开始接触着教育部诶罗马字，毋过因转袂过来，都无想要转去白话字，对。你是安怎会想要甲伊转过来？我较早是高中咧读历史诶时阵，有知影讲有白话字，我叫是已经无人咧用啊。后来伫咧网络发现讲，真侪人搁咧用，我就真好奇，我就想讲，我来学看卖。才发现讲。原来这白话字伫咧台湾真有历史，嘛有足侪以前诶人有留真侪作品落来。我就感觉安尼学这敢若嘛介好，我就来学啊。袂歹呢，因为真侪人就算讲伊知影嘛，当做毋知影。有看到字嘛，当做迄毋是字。所以你袂歹，愿意去知影遮个代志，佮愿意去学这白话字。你讲你是毋是一当前还是两当前开始学白话字的？歹势，我拄则无记好清楚。我上课是旧年热人的时阵开始上的。旧年热人的时阵，安尼才一年呢？袂歹呢。你敢讲有咧读其他的？哪会敢嫌？有人愿意安尼讲台语写台文了，足欢喜啊！哪会去嫌，对吧？你伫厝里敢有在讲台语？爸母会讲爸母会讲。爸母敢嘛是同款是台北人，还是讲是？我爸是云林遐的，北港迄带。云林，北港 ，OK， 好。伫厝里拢有在讲台语啦吼。加减啦。加减啊！还是讲你学白话字了后啊，敢有互人学了讲，你的台语越来愈好安尼？敢有？咧公司有一寡同事知影讲我会讲台语，伊休困一寡可能中南部来台北做事的，会超工找我来讲台语。安尼真好啊！若无喺台北一直互人讲，拢无人咧讲台语呢，就靠你啊，靠你家传出去安尼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安尼感谢你接受阮的访问。希望你以后若是有闲暗时这个时间拜二有闲，拢会使起来甲阮做伙读册。咱搁请阿杨继续来甲咱读落去。好，来请。拄好伫咧开始做志工之前，我嘛接触到台湾通信30档线顶读者应该是读者联谊会开始做志工了后，豆伫线顶看到名的时阵，会当甲我伫刊物读过的名，甲因生做啥款，牵做伙，这嘛是互我足感动的，因为看到毋管因住伫倒位，因还阁咧坚持即条台语文的路。嘛是因为线顶读者联谊会，我会当亲目看到遮个一直为台语文拍拼的先进，亲像台湾通信创办人，嘛做过总遮我应该拢会写编辑，个迄总编辑的梁光兄，做过总编辑的钦华兄、修满子、正贤兄。国基兄、方惠子写过足侪作品的单位兄、蜡子兄、维文兄、学谦兄、益世兄、甲马武查兄等等。歹势，我知影我一定有漏到一寡人，毋过恁拢互我足感动的。我嘛足欢喜，我竟然参加着即摆遮尔
盛大的活动，嘛较熟悉其中两位特刊的主编夏米甲志定。因为我嘛有开始参加打到台语开讲社，所以伫遐就有小可熟悉因，嘛知影因一直咧用因的方式伫咧吹杀台语文。我嘛真感谢伊因的邀请，会当甲伊抑阁有所有其他的志工斗阵做即个事工，我感觉真满足。好，好，你先啉水。好。拄则安阳读的这三趴，敢有啥物意思还是问题要提出来讨论呢？敢有？拄则吼，阿阳拄仔读的第一趴吼，拄仔好遐吼，阿阳家己本身有讲着吼，伊讲第三纸吼，读者联谊会吼，即摆是爱甲读做读者联谊会啦吼，所以大家这所在吼，咱再搁甲改一下吼，安尼。好，其实我无啥问题，大家敢有？安尼，只是我拄则有听着讲，安阳是有讲伊会甲迄个编辑，即摆写作编辑哦。编啊，编啊，哦 ，OK， 编，哦，是迄个编，毋是迄个 ，OK， 好，安尼我知影，好，感谢，安尼我无啥物问题啊，大家敢有？若无，安阳敢有方便阁继续？好，好，请。好，我嘛一定会继续用我家己的力量来吹杀台语文。拄则是有讲着较悲观的方面，毋过我嘛一定袂放弃，因为我是有看着我的文章的影响力。因为我的爸母有转播我规篇文章，因的朋友的反应，互我足大的鼓励。因有写讲，即马读着台语文，就甲我头一遍看到的是共款，遐尼感动。即马看到的罗马字，就是咱台湾正港的母语，这真正足趣味的，会当互会晓台语的人真简单就知影文章的意思。阁有人直接问我，爱安怎才会当拍出台语？我嘛想要学。所以咱爱继续拍拼，永远都莫放弃。有一天，咱一定会当成功复兴咱的母语。我的朋友，我的友志加油，台语文加油！咱继续吹讲台语，甲手写台文，互搁较侪人听着甲读着咱美丽的台语文。加油加油！大家做伙加油嘛！感谢安阳哈，写这篇文章，我感觉写得真好呢，毋免感觉歹势。好，咱先来讨论拄则安阳上要读的这三趴，敢有啥物问题？应该是无啦吼，我无听到啥物字怪怪是安怎？无问题。好，安阳，你即马感觉会悲观？虽然讲我拄则看你读的你写迄第14趴吼，其实咱为旧年开始读台文通信以来啊，阮拢有即款想法，就是甲你迄个悲观的想法是共款的，就是这的问题已经伫咧30年前都已经有人提出来讲咧讨论啊，毋过到呾一直拢无改变，吼，莫讲有改变啊，好啦，小可进步啦，毋过也是离咱的目标佫真远安尼。因为你本身是伫咧做台语文方面的志工吼，已经两三年啊，到呾你有啥物想法无？有啥物想法？对啊，就是讲就继续做，还是讲你有啥物新的想法、新的 idea， 想要做啥物无共款的代志，嘛共款是对吹哨台文有帮助的代志。嘛无要紧哦，就继续做你即马做的嘛是 OK 哦。我是想要知影一个尔。因为即马参加就是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
我就尽量参加因办的活动。阮是线顶，因为还有实体摆档啊。我嘛会去参加，因为嘿。对，我有看到你参加足侪活动呢。南部一直咧走，嘛是足远的一段路安尼，嘛足辛苦的。毋过你拢愿意开你的时间去做遮个代志，嘛是真感动的。我就感觉我会用做的，毋是介济啊。你嘛知影，就是我算是一个真必须的人啊，就真无爱出头，就是会做头人安尼。所以我主要就是去参加，去斗相共安尼啊。当然嘛是有咧做书店的数位化啊，有就是你即马是一个做倒一本的书店，叫做台日新书书。啊，即马迄个山顶哥也无法度看到，对无？嘿，对啊，因为即摆还搁咧校对。嘿。OK， 敢若你一个人，还是有人甲你做伙做？有人甲我做。OK， 好。我感觉咧校对即款物件吼，主要时间啦嘛，袂使讲一直要赶时间，要赶进度，安尼较无好啦。当然是爱豆豆仔看，吼，爱甲正确物件放伫咧山顶，安尼才有伊诶效果啊，对啊。所以加油啦！我感觉即份工作真忝，吼，真开时间，啊嘛感谢你诶付出，真正无简单呢。我嘛感觉为做遮个代志嘛得到真济。协会嘛有一寡物件需要翻译啊！我发现讲，我即马是当然比之前台语是加真好，毋过就是因为较济是咱口语的部分啦。因为咧斗翻译的时阵，发现讲大部分拢是为中文翻译做台文啊，就是中文的书面语有真济内容词伫书面的方面。拄则读就知影讲，我是读美国学校，所以讲中国话书面语，我是真正拢较袂晓。啊，我就发现讲，我爱开真济时间去查讲，遐是啥物意思安尼？遐个词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再搁去找敢有对应的台语词安尼，啊，就开真济时间。安尼你即马敢阁有闲写文章啊？就是讲想着啥，啊写一个故事落来安尼。应该就写半时间，因为我即马有咧写的，就是推文啊，推文都毋是真正写作啊。140字，一个底是嘛算2个字哦。对，伊算字母诶，对。对嘛是期待讲。会当看到你诶文章啦，毋过这嘛是爱时间啦，袂使直甲你逼啦，因为用你甲你逼了写袂出好诶文章啊，对无？嘿啊，我会记你旧年，敢是旧年？阮伫诶，你敢知影我要讲啥？就是你有放伫我写好台语文诶情批。对，你若知影我要讲这，我都无事先甲你讲，你竟然知影我要讲这？迄旧年诶代志嘛，吼，就是旧年阿杨有写一篇。应该是诗啊，对无？无这互安阳来讲好啊，因为这篇文章是你写的，感觉会记得你写啥，毋免一日读出来无要紧啊。我即摆嘛在找，紧，大家 YouTube 紧挑出去看倒水台语车帮去找安阳迄篇迄篇文章，紧来，莫甲我闹鬼。我会记，因为之前即摆嘛是有啦，就是逐暗伫 Twitter 嘛有台语的空间啊。10点@遐迄个空间啊，有一届伊就讲，你会想看觅，毋免是人，毋过就是你要对伊讲的情话，像讲安尼意思。迄暗就是去写讲我对台语文的感想啊，对伊想要讲的话安尼。啊，我伫咧下骹有留话，我有放一个链接，这就是迄当时安阳写的，和台语文的一张精批。内底诶声嘛是安阳录诶，大家有趣味会使去看一下。咱即马现场诶朋友，敢有问题要问咱安阳诶？我想要问。好，请。我就想讲啊，看到足侪，你讲你咧整理台文通信，或者数位化会看真侪讲足侪先进，伫咧台语文诶运动有足侪拍拼。你感觉讲，遮足侪人足侪代志。
你感觉讲倒一项是上要紧，嘛是你一直咧坚持的？感觉上要紧，我想我一直咧坚持的，就是我是直接写白话字啦。毋过，我会记杨光兄有讲过，就是台湾通信会用汉罗淡写，就是为着要互更较侪人读有。毋过最后嘛是想要行向全罗的书写安尼。我即马除了要互较侪人看有的时阵会写汉罗以外，我就是大部分拢是写白话字安尼。所以讲你坚持就是爱用白话字来写，敢是安尼？嘿，我是感觉可能就像我拄则我写的迄篇，就是我感觉我找到台语文都亲像找到家己共款。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一部分，我就想要搁继续用台文来写，继续来拍拼安尼。安尼了解，真互我感动。多谢。好，感谢。其实我相信即马现场在座的应该是拢真感动啦。莫阁讲咱现场有几个人拢是伫咧台语文即个科仔内吼，有伫咧做志工啊，还是讲有伫咧做一寡工课吼。我感觉大家拢真熬真好，嘛真辛苦。我想讲，咱着看安阳即篇文章，其实嘛会想着家己。你即马有在做志工的人，嘛会去想讲，哎呀，我做的时阵啊，我的过程是安怎吼？其实无外口的人想的遐尼简单啦。尤其讲咱要吹杀的是台文，其实台文即马咱先莫讲别的所在，你即马伫咧推特顶悬看到的，有真侪人嘛是敢若对伊较无要义，而且会甲你攻击，还是安怎？我是袂去插因遐咧攻击的人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咱甲咱家己的代志做好就好啊，因为遐个人因家己的消息，无需要咱去甲伊拍甲无去。为虾米？因为咱才是有道理的迄边。毋知影我安尼讲对啊毋对？可能有人会无同意，毋过这真正是我家己的想法。大家就继续拍拼。支持咱的台语文吼，就是讲台语爱写台文哦。好，毋知影大家敢阁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的？无一定爱问安阳啦，想要问其他的人嘛是会使，还是讲有啥物想法、想要分享的？敢有安阳敢阁有啥物要补充的？我是想要讲，就是因为我之前可能嘛毋是会写日记的人，我感觉有时阵若是有迄种嘛无算日记啊，就是记录讲家己迄当阵对台语文的心情。我感觉转去看的时阵，拢会有无共的感觉，有进步。嘿，拢会有进步。对啊。我是毋知影你甲阿明你会安怎安排，毋过我知影可能伊要写伊的感想。若是后摆你能问歌王伊做志工的感想。歌王，我毋知有方便无？我想讲，哎呀，即马去互 Q 着啊，是毋是爱讲一寡话？毋过伊音乐拢无清麦，我想讲是毋是无方便？所以我就无甲伊问。若是讲歌王若愿意吼，嘛欢迎你来分享你做志工的一寡，要怎讲？互你目屎流目屎滴的代志。喂，即马是咧讲啥？无啦，因为安阳拄则伫咧分享讲伊做志工的一寡过程，佮有一寡心情的故事啦。想讲讲你即嘛是算是志工头对无？你做遮侪志工的工课。其实无呢。所以毋知影无因为你家己无敢安尼，我哪会看到你咧世界伫做？敢无？世界做毋过拢是安尼目一个，我嘛感觉真见笑。拢是去袂啊，到老的安尼。袂啦，你只要有出来出时间，我感觉这就真了不起安尼。为虾米好见笑诶？佫真侪人拢无咧做咧，所以恁愿意开你诶私人的时间吼，因为恁佫爱做事，佫有家庭爱顾，佫愿意开时间伫咧咱做遮志工，我感觉拢足感激诶。我嘛顺续感激我家己啦。真诶。对，感谢。免说字，嘛感谢你今仔日来参加吼，
伊真正是自头到尾拢伫呢，拢无走去。我想讲，你可能伫咧带囡仔会较无闲安尼。哦，无即摆囡仔已经困啊。差不多啊，这11点嘛应该爱困啊。好，感谢歌王。好，敢阁有其他的友志有想要分享的话题？你拢暗时无爱困吼，拢咧做你的工课吼。我掠包足济，该半暝3、4点阁咧铺文是安怎？无啦，就较惯是暗时的再来做工课，较有灵感。就是较暗时的时间，就是较点吼，较有法度静落来做代志安尼。好我想讲，咱时间已经到11点11分啊吼。今仔日时间嘛是差不多啊。感谢所有来夜麦讲话的朋友、读册的朋友吼，感谢大家。我想要讲的吼，就是讲大家吼，若想要分享你的故事，嘛是会当量早甲阮私信DM，会当讲迄若读煞，会当伫咧尾仔遮一个小可的时间，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家己的一寡经验还是讲故事安尼。好，即摆嘛时间差不多，咱就做一个结束。因为这个月敢若今仔日有读册会，过来就爱等7月初4。7月开始就正常安尼啦吼。伫遮感谢大家的参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再会。安安，再会。大家再会。大家安安，再会。拜拜。今仔日的语词：实践、鼓吹、积极。